菩提心。什么叫菩提心？知道不知道？什么是菩提心？你们说说看。你们说菩提心像什么似的？我刚才问你们这个菩提心像个什么？你们说什么也不像，是没有分别心，就是菩提心。那为什么又叫个菩提心，不叫没有分别心？为什么又叫一个菩提心？ Why do you need to call it the Bodhi mind? 那可以说劝发没有分别心。这个问菩提心，不是现在讲，是讲这个菩提心。问什么叫菩提心？这个不是讲禅宗的，或者有有无无的，问有以无对，问无以有对，问是以非对，问非以是对，不是那个36对。那么这个菩提心